三公主，这橙子总得有点过人之处吧？有钱，权势滔天，可能还有点好看。内在的，机智、聪明、反应快，技能类型的。未卜先知，这算吗？这橙子对整个故事的脉络了如指掌。这香蕉是如何杀了这橙子？香蕉是如何勾搭上苹果？香蕉是如何在暗中运筹帷幄、兴风作浪？它是如何从苹果那里得到良药续命？橙子都知道啊。三公主，这话你怎么不早点说呢？你想想啊，这橙子既然会占卜、善推算，那他一定知道怎么样可以趋利避害、逢凶化吉呀。哎，具体点儿。利用香蕉的破绽，救他，帮他，保护他，获得他的信任，扭转他的印象，降低他的戒心呐。这不就是抱大腿吗？那你该抱还得抱吧？对呀。三位先生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假设这香蕉觅回密探之时，苹果突然来围剿，橙子挺身而出，救香蕉于水火之中。你们说，这橙子他能获得香蕉的信任吗？二位兄弟，这故事情节以前有吗？我让他有，他就能有。少君，密探拿到了花园城的城防图，约我们子时2刻在护城河相见。城防图。郡主，属下收到密报，今夜子时2刻，护城河有人私通玄虎城密探。谁送来的消息？属下不知。郡主，城主对玄虎城多有忌惮，若您能抓到玄虎城密探的把柄，一定能获得城主的青睐。至于密信，咱们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芊芊刚与韩硕成婚，若此时玄虎密探暴露，您不能处处都为三公主着想啊！郡主，城主未经酌考就将司军一职交给您，是对您寄予厚望。来了。上钩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就等楚楚带人去捉韩硕的时候，咱俩就冲上去，就说是我在这儿约了韩硕，没有什么玄虎城密探。哎，这样一来，我帮韩硕解了围，他自然就把我当自己人了。这大腿抱得真是漂亮。那，你又这样再三喊上去，被城主追了肯定责罚你。母后她宠爱我，不会责罚我。主要就是这韩硕，他有疑心病，我得给他治治病。洗头，洗头。怎么没有人？难道走漏了风声？二郡主，有人来了。戒备。我来了！芊芊，怎么是你啊？等，你在此处约了与人见面。啊，对啊。那约的人呢？哦，人。
人们来。约了吗？三公主，您约了什么人在此等候？可想好了再说。我约了。不是，二姐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原来约了玄虎城密探的是三公主，这可是私通敌城的死罪。私通敌城，我可能吗？你别瞎说啊！我被韩硕反套路了。姿势体大，我做不了主。不过我会替你在母亲面前求情的。是啊，城主疼爱三公主，即便是私通敌城，最多不过废为庶人。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有人给我发密报，说有人在这儿约了玄武城密探见面。哎，我是来抓人的。带着子睿。啊，三公主全凭一张嘴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你说我私通敌城，那人证物证何在？二姐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其实我就是来看月亮的。我这今晚刚好看月亮圆，我就来了。哎，我这巧就碰上你了，刚好我也乏了。来，子睿，我们回去。哎，得嘞。郡主，您就这么放三公主走？城主平时偏宠她，忽视您，这多好的机会啊！芊芊平时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，实际上胆子最小。通敌这种事情，她不敢做。我猜，若真有玄虎密探一事，定与韩硕有关。也许，芊芊是被他利用了。我早晚要抓到韩硕的把柄。哎，这边。此事有诈，那怎么办？将计就计，揪出背后指使之人。就说他有疑心病吧，没事儿，看我怎么把剧情翻过来。敢问少君可曾听过这样一句话：人无信不立，业无信不兴，国无信则衰。咱们做人是不是得应该有点信义？这明明是你受到了邀请，为何要栽赃他人呢？三公主说的可是护城河一事？要么你就别去，去了你还故意绕一圈，引我上船险些背锅，太不地道。三公主倒是坦诚。那么敢问，韩某今晚差点遭人算计，此事是否是三公主所为？我算计你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！我听人说二姐今晚要去抓玄武城密探，我特意赶过去想要替你解围，谁知被你反摆一道。三公主怎么就能确定二郡主要抓的人就是韩某？我哪里是确定，我是生怕，这万一要是韩少君我去了，有备无患，对不对？这么说来，三公主没有想要陷害韩某，反而是去救韩某的。韩少君啊，你可真是辜负了我一片苦心。当真如此？别动，你受伤了。对呀，受伤了，为了救你受的伤。